和田是爱德莱斯丝绸生产最为集中的地方。传统的爱德莱丝绸采用上等蚕茧，经过缫丝、纺丝、并丝、捆扎、扎染、拼涂等几道准备工序后，人工纺织而成。一人一天可纺织3至4米，织出的爱德莱斯丝绸轻盈飘逸，质地柔软，手感好，穿着舒适。爱德莱斯丝绸的图案样式繁多，有的采用植物的花卉、枝叶、瓜果做图案，有的采用木梳、耳坠、宝石等饰物做图案，有的采用木锤、锯子、镰刀等工具做图案，还有的采用热瓦釜、都塔尔等乐器做图案。各种图案一般是从上到下按规则排列，有的图案较为直观，容易辨认，有的图案则运用强烈的艺术变形，引人遐思。各种图案都具有强烈的和田地方特色，是和田人民生活和文化在服饰上的反映，反映了和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追求。